哇！而家啲旅行萬用插已經進化到最高160瓦嘅輸出啦。我記得之前介紹過100瓦啦，140瓦啦，而家呢個咧係最高嘅160瓦。咁啊，重點咧就喺頂部嗰3個 Type C 嗰度啦。咁呢3個 Type C 同時使用嘅時候咧，最高可以支援160瓦嘅輸出嘅。如果你係一個單獨獨立使用咧，亦都係支援最高140瓦嘅輸出，係可以俾你快充 MacBook Pro 嘅。除咗頂部呢3個 PD 3.0嘅 Type C 之外咧，旁邊亦都有一個USB 嘅 Type A 啦，加埋前面傳統嘅插座咧，咁一共有5個輸出啦。咁前面呢個插座咧，亦都支援1000瓦或者2400瓦，視乎你當地電壓啦嘅高輸出嘅。咁啊，就算你用風筒啊，用電水煲咧，一樣冇問題嘅。後面唔同嘅插頭咧，已經支援晒 AU 啦、US 啦、UK 啦同埋 EU 等等嘅制式，再加埋全球電壓100V 去到240V 嘅支援咧，咁就可以喺全球超過198個國家使用啦。包裝裏面咧已經附送埋一個 fit size 嘅保護袋啦，咁你入住佢啊，擺喺行李都冇問題。另外仲有一條靚料嘅 Type C 快充線，最高支援到240瓦輸出，喺街度淨係買呢條線都要78蚊嘅，啱晒呢個旅行插用，你就唔需要另外再買線啦。TA160 160瓦5輸出旅行充電器已經有過熱、過充、過流同埋短路嘅保護啊！如果你去旅行需要快充一啲，例如 MacBook 等等大食嘅設備咧，咁佢咧就係你嘅旅行好伴侶啦。呢件 Xpower 產品都有1年保養，半年內有壞仲1換1添。仲有購買任何 Xpower 產品咧，即可喺產品表面做翻個個人刻名服務嘅，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詳情可以向 Xpower 客服查詢嘅。